繼續我哋加拿大自中文歌曲排行榜2025年全國總選嘅結果揭曉啦！我哋呢個自榜總選呢，其實一路接受大家投票嘅時候呢，我哋喺網上面，我哋嘅網站都有一啲小片咧，好貼心地幫我哋做一啲嘅宣傳啊，係咪？話報道俾你知道一路以嚟嘅投票嘅一啲實況啦，一啲嘅競爭，等你知道究竟係誰和誰啦，誰贏誰啦，係咪？誰亡誰啦，等等嘅呢啲走勢嘅。咁至於咧，我見到佢哋有啲時間表嘅，譬如話開始投票之後嘅一個禮拜咧，有成4000幾人投票，俾多個禮拜9000幾人投票，去到最尾我哋成個嘅自己榜總選投票咧，其實有成超過18000票咧係得到咗嘅。咁多人嚟投票啦，係咪？橫跨我哋全加拿大咁多人投票，投乜嘢咧？都好多嘢俾你投嘅，尤其是咧嚟緊公布呢一個嘅獎項咧，好多個候選單位，我記得咧我冇數錯咧係有27個俾你揀啊！所以我都想講，即係辛苦晒你哋，辛苦晒所有聽眾們咧，你哋抽空喺我哋嘅網站，對住電腦就好啲啦，對住手機嗰啲先勁啊！即係你部電話你硬大部都可能7寸到啫，係咪先？跟住就喺度睇晒27個名。叫你剔3個咁樣去揀選以下呢一個自希推崇新歌手嘅組別。咁但係咁講嘅，點解有咁多個嘅單位咧？因為我哋呢個獎項咧係會分金銀銅嘅。咁仲有咧就係要囊括晒包括組合啦、新組合啊、新男歌手啦同埋新女歌手。咁所以今年出道、今年登場嘅一啲音樂人咧，其實都眾多下。睇下候選名單先啦。嗱，組合方面咧，當然我哋公布嘅時候就冇嘅，係大兜亂嘅。但係而家分類講下先。組合見到有 FYP。熟悉嘅聲音啦，因為主唱曾經都參過一啲選秀節目，咁所以都有啲印象啦。大家可能 Hey Brother 好熟悉噶啦，應該因為成員方面全部都係大家知名睇咗由細睇到大嘅一啲嘅電視劇演員啦。咁佢哋都完成呢個歌手夢咧，組咗一隊嘅男團出嚟啦。仲有 Honey Punch 喺我哋自己榜嘅上榜歌曲，其實啱啱聽過佢哋嘅出現啦。IDG Bubbles 又係啦 ，Missy。喺電視上面見過啦，一對所謂叫做中年嘅女團又誕生咗。One Take Off 2025年面世嘅2人男子組合，仲有晚安莉莉。另外新男歌手登場嘅咧，有譬如已經喺其他頒獎禮攞到獎嘅 Evan Tong 啦，仲有睇電視見到好矚目嘅、印象好深刻嘅李金海啦。電影上成日見到嘅胡子彤啦，有范浩然啦，喺我哋榜上近呢幾個禮拜都出現咗好多次嘅張雨晨啦 ，Novara 嘅張雨晨啦，係咪？Caleb 梁崇希啦，仲有梁偉謙、陳俊廷、湯君耀，仲有黃子康。女歌手啦，新女歌手方面咧，有都係我哋常客啦，喺榜上面嘅 Amy Lo 啦，有冼婉文啦，肥肥人 Vivian 又係聽過嘅名字啦，柯奕兒可能陌生啲，寫翻盤菜影子可能你會知係邊個啦，洪心怡有聽過啦，係咪？康提大家都認識啦，係咪？唔識佢都識佢爸爸啦。Collar 嘅許日啦，阿 Day 啊，有湯盈啦，有黃博啦，係咪冠軍級人馬添啦？仲有卡莉絲、鄭紀堯，咁多個單位當中，大家有份投選3個，成為今年嘅自希推崇新歌手金銀銅。跟住咧，去到自希推崇新歌手嘅金獎得主啦。金獎呢一位得主咧，其實我諗住一石二鳥啊！除咗介紹佢係自希推崇新歌手金獎之外咧，你都俾個特別音效佢先嚟。第5位，上咗6個禮拜上期冠軍作品，你冇聽錯，我講緊的而且確係26年第1期自希榜嘅冠軍歌係由呢位歌手奪得。今個禮拜下跌4級，去到第5位。呢一個歌手咧，除咗係歌手之外咧，其實佢好特殊嘅身份。有邊一個嘅新歌手能夠係已經開過演唱會咧？有邊個新歌手喺20年攞呢一個獎？但係其實佢04年已經出道，07年出過專輯咧。咁唔喺香港，亦都唔係廣東歌，佢喺馬來西亞嗰度出嘅。咁至於今年佢得到人氣啦，佢喺香港正式有歌曲派台啦，派上粵語作品啦，跟住得到好多嘅機會，因為參加咗中年好聲音啊嘛，係咪？咁然之後咧，佢亦都嚟緊啦。
擔任陳松伶嚟緊演唱會嘅嗰個製作人啦，嗰個嘅監製啦，亦都為佢作歌啦咁樣。但係咧成日都話嘅，即係咧好多嗰啲粉絲啊，佢哋會投一啲同自己個偶像有關嘅人噶嘛。張雨晨係姜濤嘅愛情簽證申請當年嘅其中一位作曲人，會唔會因為咁樣好多嘅姜糖們，你哋投咗佢一票，等佢成為自 hit 推崇新歌手嘅金獎得主呢？恭喜晒張雨晨。 Hello， 加拿大中文電台 Fairchild Radio 嘅聽眾大家好，我係張雨晨。哇，真係好開心可以得到自 hit 推崇新歌手呢個獎。首先我要多謝所有 DJ 同埋樂迷嘅投票，我應承大家一定會繼續努力寫更多歌，唱更多歌嚟回饋俾大家，亦都好希望我嘅2026年呢可以有更多嘅新作品，同埋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城市嚟同大家見面，唱歌俾大家聽。再一次多謝大家嘅支持 ，Thank you very much。翻動用我，感覺咁流意識作動，聲字在下，牽動斷世的結局。而平人世間裏面隔膜，還原人性的秘密渴望。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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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代未負 no 背台將結合大宇宙。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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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晒自己推崇新歌手嘅金銀銅獎啦！陣間翻嚟咧就會有我哋最後3個獎項。25年度究竟自己推崇嘅組合女歌手同埋男歌手係花落誰家呢？陣間就會知道。征服夜幕，一幕眾生是風，歸依魅力，傲視病態的世俗，侵入內在，撕開妒忌數精惡毒，思考好令，諸罪行也將構成。而平人世間每面假冒，還原人性的秘密渴望。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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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代未負 no 背台將結合大宇宙。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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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se no fara we shine no fara we dance tonight no fara divine no fara rise no fara we shine no fara we dance tonight no fara divine